屏东的民用火灾造成消防人员死亡，即马行政院提出第二波的修法。未来这工厂若无落实消防计划，也是讲无设消防设备，最后致使人员死亡，上重会当关7档。也若这个火灾的时无专人来提供资讯，上济会罚1000万。也毋过，即马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协会所来认为讲，这罚金应该爱照业者的收入去计算，才通互人知影通听。屏东明阳大火伤亡严重，造成消防员殉职，引起外界的关心消防安全工厂安检申报规定敢有完备。行政院提出第二波修法，注重业者的责任。30通过经济部拟定的工厂管理辅导法，内政部拟定的消防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。消防救灾对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影响甚巨，企业应重视自主风险管理。提升存放公共危险物品设备维护与安全管理能力，并强化吹哨者奖励机制，鼓励工作人员能重视自身安全，对未重视安全管理的企业也能勇于揭弊。其中，工厂管理辅导法修正工厂若是违反制造加工，也甲使用危险物品达到管制量以上的申报义务时，工厂负责人上悬的罚款金额由即卖上悬5万提高到500万。消防法修法内容，除了鼓励检举人检举不法、强化消防人员资讯权以外，也增订厂商无落实自主管理、致使人死伤的刑责，相当会当罚7年以上有期徒刑。内政部指派专职人员统筹，或者上悬罚到1000万。因为它这个都是属于这个事前的贺阻，或是事后的裁罚啦，能够帮助到的部分是极为有限。像明阳这样子的这个大的财团，它一年的营业额可能高达几十亿的话，你罚他1000万，其实对他来说可能不痛不痒。促进会认为，若做干那消防法修法帮助真有限，化学品的管制也是头前的防灾，是每一个部门拢爱做的，应该爱保强经济部也是环境部，特别针对化学品的报备，也加资讯的公开透明，也主张真正有效的，应该是依照业者营业额的比例去做裁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